今仔日我有发现讲，金甲头硬硬，而且会遮酸遐酸。毋过我相信即个原因是生理带来的，就是讲我有一寡虽然讲伫公司毋是讲工课上压力诚大。毋过，我伫心理上有互家己一寡紧张，阁有一寡认为家己烦恼无够好的情绪，嘛有淡薄仔紧张，就会互我遮无爽快，遐无爽快。下班的时阵呢，既然阁胃酸过多，差不多有赤酸迄种感觉。我知影讲，即个原因出伫讲，我安怎去思考，安怎去我的情绪的问题。有时阵别人看起来嘛无啥讲你嘛无伫做啥物代志啊。毋过呢，心理上嘛有一个压力，就一种烦恼别人安怎甲我想即种压力。若讲甲隔壁同事讲话，其实呢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毋惊讲会讲毋对话啊。若讲以早我有即种无安全感，就是伫讲话时阵呢，希望讲拢做完美的哦。若讲讲话对方反应无够好势，我就开始烦恼，足惊失去即种友情之类的。这是我以早的一个紧张的感觉。即马就较有信任感，认为讲人甲人会肉，其实毋是讲你一两句话甲人得失着，也无一两句话无够无好势，就使两个人的友情发生变化。若会安尼，我相信这本底就毋是真正的好感情。会因为讲一寡白话的话，互对方可能心内就怪怪，离我愈来愈会逃避嘛。远远看着我也就想要走，啊无就是假做表面上假做对我印象好，实际上就是嘛讲足善足烦，看着我会足善足烦，较无爱甲我讲话，只是讲歹势。这是我以早的想法。以早对人人甲人的感情是做无安全感的。毋过即马就是随着讲智慧阁有经验就会理解讲会斗阵的人就是会斗阵，讲的话题其实拢有两个拢有兴趣。无法度斗阵的人，就干若剩礼貌，啊无就剩一寡社交的一寡话题尔。啥物八卦啥物拢是足安全的话题。就是无信任感，阁足表面的社交的关系，较会讲一寡拢是表面的安全的话题。我即马嘛知影讲，若想要一寡无共款的话题，袂当强求。以早我毋捌，我就会讲一寡做内心足私人的代志，伫
无解释，朋友的朋友面头前，安尼4、5个人斗阵的时阵，就去讲这细汉的时阵安怎做思念的话题。就变讲大家表情拢做硬，拢感觉讲，这哪会突然间听到这话题，毋知影要安怎反应。进前做少年的时阵是用交换，就是讲我讲的话题足深的，对方听落伊应该嘛会甲伊做无爱互人知影的做思念的话题，就会讲出来。这是我无够了解人际相处的道理。这是进前。即摆的话有看开，知影讲，就是一个缘分。若缘分无够，去强求去讲这种话题，是无法度换别人嘛。对你讲一寡足深、足个人，毋是遐表面的话题，是无法度安尼交换，就是等待有缘分。就亲像讲，即摆我甲我前主管，查某的主管缘分到啊，伊就会对我讲一寡做心内话，毋过就是爱有原因，爱有迄个缘分。若平常时，咱阁是主管甲下骹手人的时阵，就无法度安尼强求。这我相信是有安排的，拢是安排好的。我着顺即个缘，毋免去强求。无缘的人，嘛毋免讲这人就是硬要去甲人做好的安尼，人会甲人惊着。我以早是定定是甲人惊着，讲这人哪会遐热情啊？是毋是有啥物目的？就是怪怪哦。就是我无顺即个缘分，嘛无一寡甲人熟识的机卡。即摆的话咧，虽然讲伫人甲人的相处之间，袂讲遐紧张，遐强求讲我想要做一个大家欣赏的人，较无即种企图心。毋过可能伫安全感方面，就是讲有需求啊，想讲甲隔壁同事讲，开讲的时阵是做是会当启发我家己的想法，会当讲家己的想法，莫讲定酷酷，莫讲立场打遐硬，变做愈有立场，愈相信即个物件。若甲即个物件无共款的话，就听袂落去。愈是安尼，其实是愈无快乐。因为即个世界是啥物人拢有，啥物看法拢有。若讲我坚持，我即摆相信的物件是对的，就亲像讲啥物公道啊，而且嘛感觉足重要。若毋是我想的状况，可能就是台湾就害啊，就惨啊。即种无安全感啊，只是互家己会无快乐，会压力足大的。毋过阁想讲，我嘛无伊法啊。大家爱安怎斗，要安怎去去推广伊的公道的这议题，这嘛毋是我会当控制别人的。这就是愈想坚持，愈敢若相信家己相信的。别人的想法拢是替互洗脑，敢若家己相信的是
真真正正的道理。若是愈安尼想，是愈无法度适应即个世界。咱即马台湾就是遐尔啊济的人拢是有人想这，有人想迄啊。就是你会使讲无团结，毋过嘛会使讲，就是有无共款的想法。有无共款的想法，而且佫遐强的一个对立。这原因，我想是要互我下设，下是讲，下是讲，我家己爱互家己一个肯定，一个鼓励，爱转来我家己的心内，家己心爱，爱确定。我举一个例，就是，斗阵推广保育的一个老师，退休的老师，伊就讲有发生小小的代志。虽然伊嘛知影小代志，毋过伊嘛是真务准。就有可能就是讲，伊好心开车载人去上课，人伊就讲，我爱爬一个等路无？别人就会想讲，平平拢学生，你早等路，我无早，安尼看起来就是我足无诚意的。毋过呢，毋过若讲我爬，你嘛爬，安尼别人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伊少年学生、少年朋友可能嘛无想要开钱，就家苦劝讲免遐挂工啊。结果发现讲，其实老师有需要呢，而且对方甲即个我朋友互伊的物件，佫互老师摕互老师食，而且呢，无讲是啥物人互伊的，就是甲物件当做家己的，送互老师安尼，互老师欢喜。这件代志，就是讲，因为人拢希望讲，替人学乐，替人讲你足大心呢。多谢你。做一件代志，拢足希望讲会当用着，会当付出，会当符合别人的需求需要。就是咱无法度讲，家己安怎做，家己知就好啊。这是做较困难嘛，较深的一个修行。举一个例，今仔日隔壁同事有讲，伊讲中国咧，就是亲像讲，本来做善食的人，伊就爱假做好业，爱假无义，毋是假无义，就爱得生，就爱要怎讲？就爱假做讲，做有钱，啥物物件拢会当买，只是拢买会起，只是讲看袂上眼，看袂上眼，就爱假做安尼，假一个班安尼。其实若讲伊真正爬会起伊是无需要安尼搬安尼演，嘛无需要店员安怎家己看。伊若讲厝就十几栋店员认为伊做善车，对伊来讲无影响啊。毋过伊若讲真正善车，当然伊就会希望讲店员叫是伊真好野。这是人的心态。中国即马若讲愈来愈好野，以后伊佫伊就佫用以早做善车迄种想法，就爱伊的作风拢无改变。伊毋知影讲，伊即马做有钱无需要去强调，无需要遐悬调。
伊可能伊诶思想啊，伊诶内在，阁留伫讲，以早散车爱过一个势，做一个模样，互人叫是家己诚有钱，有即种感觉。安尼，即个故事互我想到诶，就是讲，亲像今仔下班诶时阵拄着副总啊，我就是嘛有讲一寡台语，副总其实是外省人，伊就是台语无啥好，嘛拢会晓听，毋过讲就是有一个腔，嘛讲袂好势，讲袂顺因为平常时袂去讲台语安尼。即个副总就讲，你台语嘛是讲甲怪怪，毋过迄时阵呢，我就袂讲足气的，气讲我嘛足用心去学嘛，学甲安尼嘛，练甲安尼，安怎安怎，我无呢，我迄时阵的想法就是讲，即个副总啊，伊无法度去，伊的评论，伊想讲我台语好，也是毋好，其实对我来讲无差。敢若有我家己一个人知影讲我伫创啥，我有学。若讲即马虽然学，毋过讲起来嘛是有一寡变调，一寡腔袂好势。毋过我家己知影我进步的所在伫倒位，就亲像讲，有一个人，伊足有内在，可能厝内嘛诚有。即个时阵，若别人看伊袂起啊，看伊甲伊讲，你是毋是毋捌字？伊会生气无？无呢，伊袂生气，因为伊就是一个足够读册，可能阁啥物专家，即种结束的人。若对方阁甲伊当做讲青面牛，只是互即个有内在的人伫心内去起笑讲，这人就是袂晓看人，无目色，就是讲，敢若讲真正讲，伫拍喷的人也袂有成就的人，较会惊别人安怎讲家己。若是讲一个对家己足有自信，知影讲家己到什物程度，到什物阶层，若别人甲伊看较低，伊敢若会晓笑讲迄人真正是拢无母清楚，就安尼酷讲，颠倒会感觉足好笑的。我需要就是讲，即种训练，就是当然嘛有人会有比较嘛，这个人台语讲较好，这个人安怎安怎。我有时阵嘛会比较，毋过咧，上好的思想是啥物思想？就是我家己知影，我家己伫创啥，我家己会当互我家己鼓励。若是讲，亲像讲我阁有上课啊，阁有安怎安怎，毋过嘛，甲先表现起来嘛是普通啊。毋过我会甲我家己讲，这就是靠家己的，就是有人进步较慢，也袂安怎讲，也袂开窍，有可能是安尼。毋过这嘛不要紧啊，因为就是我一定有一个所在是达着甲别人无共款的，达着敬佩的。我相信我有即个厉害的所在，这所在
上重要的是，我家己知，安尼就好啊。无需要讲，每一人拢众人学落，搁去宣传。这我嘛毋是，本人嘛毋是啥物基金会，实在毋免去宣传。毋过我讲这载朋友去上课，路上要买四手啊，结果却有人讲变遐可怜，变遐挂工，毋免买这去送老师。我即个朋友，伊就做需要，伊有一个受害者的意识，定定感觉家己是受害者。就讲有人甲伊摆贴，有人安怎，伊较敏感，就是对负面的物件，伊就特别敏感。过来就是，其实伊有诚侪达到大家欣赏的所在，伊会晓用台文去创作。台语佫讲较诚好，伊迄个腔足侪人做爱听的，就是细汉就讲台语的即种腔啊。毋过咧，伊有可能佫对家己无自信，伊可能去比别位，伊厉害的所在伊无摕来比，伊较含慢的所在有可能罗马拼音。有的人较厚，有的人就是较含慢。伊颠倒甲家己较含慢的摕出来甲人比，就想讲，怎会我介身无足厉害？这就是有甲我共款的镜头。我即摆镜头嘛是，若是讲台语讲无顺，讲无啥好势，当然会替人讲啊，讲你即个腔怪怪。我相信会安尼无毋对，就是因为我的强的所在毋是伫伊遮，伫倒位，其实嘛免讲，大家一定爱知影。我若讲相信讲，我家己知是上重要的，别人知也是毋知，拢无差无影响。我希望讲家己真正会当用这种思想，维持这种思想。过来就是对安全感方面啊，有时阵就是上班无足久啦，伫咧工课，嘛会甲同事一直讲，一直开讲，真正会嘛会惊，变讲我就会遮酸遐酸，就是因为我心内伫惊，毋过佫想要安尼做，佫惊，佫惊，毋过佫有即个需求，就是甲隔壁同事去开讲去交流，会有互我一寡启示，就变讲我的心是一个惊，佫一个真爱讲，变做讲互我的骨头就开始有两种力，有两种力量，伫遐颠倒面的方向，伫遐游来游去，造成讲遮酸遐酸。这是家己心理的因素带来的。这个时阵我需要当然就是安全感，就亲像讲，我今仔日伫群组啊，台语的群组就问讲，我有一个访问啊，问大家讲有想要听有兴趣无？就是访问林静怡，用台语来访问。这个时阵别人还袂回，毋过我就录甲足细腻的，就伤紧张，想要甲伊做甲诚好的即种心情，会互我的胃酸过多，伤济，就会开始无爽快，胃做就来啊，做恐惊倒位做无好，足想要甲伊做甲诚好。这想法当然诚好，毋过对我来讲啊，我就需要
放搁较松呢，也无身体其实就是有较强的反应，就是胃酸啊，就会足侪胃酸过侪，就是思想上爱豆豆去训练，爱有安全感啦，相信讲不管如何，因为来地球就是伫学习的。我即摆就伫学习一寡思想的开阔，互家己快乐的思想，到底是，就是用家己去摸嘛，摸会知影讲爱安怎想，较会互烦恼离家己较远咧，刺酸会减少，就是练习即种心情。当然就需要甲隔壁同事伊的思想会去冲击嘛，去甲我的思想去，莫遐极端，莫遐有立场，就是伤有立场，就是看着无共款的言论，就开始做册，足紧张的，这拢是我需要去改善的所在。就希望讲，愈来愈感觉，愈来愈有即个惯势，就是家己安怎想上重要。别人安怎想，别人认为家己优点、欠点伫倒位，优点伫倒位，这其实拢无重要。10个人有9个人讲家己好，毋过敢若有一个人感觉家己无够好，迄个人就是家己。安尼其实是无效啦。若讲10个人里面，等有一个人讲家己好，迄个人就是家己，安尼就有够啊。我就需要建立即种思想，希望讲真正会当维持，莫讲拄着真正，代志若拄着就开始，无智慧啊。希望会当，甲这思想整理起来，若拄着代志会当使用，